首先它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持有2到5年的这些族群可能就会在税制上面受到比较大的压力。也就是说，过去呢，它可能只要缴税是房地合一税是20%，但是呢，它之后会提高到35%。那当然，它的获利公式就必须改写了。举例来说，它过去呢可能是赚了100万的房价，它只要缴20万的房地合一税，实拿80万，它赚到的是80万。但之后呢，它实际拿到的只有65万。那以这样子的公式来看的话呢，他们在现在就会希望说早卖早好，早跑早赢也就是如果在房地合一新制7月1号上路之前呢，他可以先把一部分的出清，那他就可以尽量守在他获利比较多的价格。但是这样的一个让价空间其实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呢，他过去呢实拿80万跟之后实拿65万的中间的价差呢，大概只有15万左右，所以他在卖的时候呢，他就会尽量思考可以赚少一点，但是绝对不会低于这15万的一个空间。那对于市场上来讲呢，虽然有便宜一点，但是又不至于影响整体的一个价格波动。所以如果说房地合一税2.0上路之后，对于房市的交易量影响的话，是可能会促进一波在这一段的一个所谓的逃命潮。但是对于价还不至于太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其实让价的空间有限，更何况房地合一税呢，它最主要就是有赚才有课税。那如果没赚就没课税，所以在这个时候，投资客他没有赔售的必要。所以如果要期待说，因为这个制度上路之后，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让价空间啊，甚至捡到一些赔售的物件的话呢，它的可能性极低。这一次打炒房呢，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前阵子看到非常多的预售的案件有大户大批的扫货的情况，一次买个10户5户啊，或者是甚至更多都有那其实这次的修法之后呢，最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群人而来，也就是说手边大批扫货的，而且他持有的量很多，那他的持有如果在非常短期就想要出售的，大部分都是玩杠杆的，也就是前期呢，他是以透过这个宽限期只缴利息不缴房贷，然后后期一旦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房贷压力的时候，那他就会周转不过来。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绝大部分就是在重划区啊，包括像是台南啊、台中啊，大批扫货买房的啊，那这些人呢，因为持有年限当初预计的是比较短的，但是面临到现在闭锁期要拉长到5年了，他就会开始比较紧张。那一方面呢，如果要跟着法规来耗5年的话，那他的资金跟时间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他大部分就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在7月1号上路以前呢，赶快把部分出清，来减缓他的未来的成本跟压力。